再过来。后面陆续出现这个有注牛津 AZ 疫苗产生血管脱疗的这个案例，台湾的专家讲啊，因为这个牛津疫苗是腺病毒的载体，确实人体这个免疫系统拄到病毒是理论上有可能造成血管的脱疗的。不过呢，后面的医管局发出声明消毒，讲这个血管脱疗的这个疫苗和这无关系。卫福部部长陈时中看嘛是同款，伊感觉讲无这必要延期做这个预防射，嘛讲台湾的牛津疫苗。检验只剩最后的一关，估计3月17就会做无菌测试了后，专家评估讲月底有机会会使开始做。食药署现在最新的进度，跟我报告它的无菌试验，大概17号才会完成。总算有上新的进度，到出的牛津 AZ 疫苗来到食药署查验上尾一关，无菌测试3月17号有结果，才会决定安怎做。不过，欧洲500万人注牛津疫苗，有大约30例出现血角。北欧的丹麦、挪威、瑞典决定先暂停注射。因为目前大概发生率大概是接近1/1000啦，那1/1000有些时候在临床试验会看不出来。所以目前真的是无法下结论。专家讲，因为牛津疫苗是腺病毒载体，理论上病毒进入人体免疫机制可能会造成血角。若是真侪人发生，就要调查是毋是疫苗造成的。毕竟血角就是血管脱掉的，可能胸腔真翕、真痛，严重会中风甚至死亡。所以当然，如果自己本身有血栓问题了，比如说曾经血管栓塞过啦。那第一阶段是不是先缓打哈？那目前没有直接的证据来显示这个情况，所以还是呼吁要持续施打疫苗。但市长指出，欧盟医管局认为疫苗和血界镜头无直接关联，无需要惊甲唔敢做。台湾牛津疫苗就要开始做啊，强调数量真少，爱先予有需要的人来做。不过，若是因为副作用无人敢做，家己嘛考虑先做予大家看。